歡迎收睇移民調查局。呢個節目會用故事講傳說，用真相拆人心。今日我哋要打開第一份移民檔案。你有冇諗過，一個網民用 Photoshop 改出嚟嘅恐怖人物，竟然可以變成全球最出名嘅都市傳說之一？佢冇樣貌，冇眼冇鼻冇口，佢身形極高，四肢又長，永遠着住一套黑色西裝，靜靜咁企喺樹林、操場、舊照片嘅角落。有人話細路見到佢之後會失蹤，有人話佢會用意念控制人。更加值得反思嘅係，呢個原本只係網絡創作出嚟嘅角色，後來竟然牽涉到一宗現實案件，引發社會對網絡恐怖故事、青少年心理同虛構現實界線嘅討論。今日移民調查局第一宗檔案，我哋要調查嘅就係一個由互聯網誕生，卻影響全球網絡文化嘅現代都市傳說。Slender Man 瘦長人。Slender Man 嘅核心傳說大多數都圍繞3個元素：樹林、細路、失蹤。故事通常係咁開始：一班小朋友去到樹林玩，或者喺學校操場影相。起初一切正常，大家有講有笑。但係當相片沖晒出嚟，或者影片重播嘅時候，先發現背景入邊多咗一個奇怪身影。佢好高、好瘦，着住黑色西裝，但係最奇怪係佢冇樣貌、冇表情、冇眼神、冇情緒。佢唔跑，唔叫唔攻擊，佢只係企喺遠處。但係之後咧，事情開始變得唔對路。見過佢嘅人會開始頭痛、失眠、發噩夢。有人話會聽到奇怪雜音，錄影機會突然出現雪花畫面。有人會畫出同一個高瘦黑影。有人會不斷重複一句說話，佢喺附近。最常見嘅講法係 Slender Man 會慢慢接近目標，特別係小朋友。佢唔需要追你，因為你根本唔知自己已經俾佢選中㗎。有啲版本話佢背後會伸出好似觸手一樣嘅黑色肢體，有啲版本話佢可以令你失去記憶，有啲版本話佢會令人變成佢嘅代理人，幫佢做事。但移民調查局最值得留意嘅唔係邊一個版本最真，而係 Slender Man 根本冇一個固定官方故事，即係話佢唔似 Dracula 有小說原著，唔似 Frankenstein 有清楚作者設定。咁 Slender Man 係由無數網民一齊創作出嚟噶嘛。今日有人話佢住喺森林，聽日有人話佢可以穿越電腦畫面，後日咧有人話佢其實一直存在，只係以前冇人影到佢。呢種人人都可以補充嘅特性，令 Slender Man 好快由一張改圖變成一個好似真係存在嘅網絡神話。一個角色越空白，人類就越會用恐懼幫佢補完整。Slender Man 嘅故事要由2009年講起。當時美國一個叫 Something Awful 嘅網上論壇舉辦咗一個恐怖圖片創作活動，玩法好簡單，網民將普通相片改圖，加入靈異元素，整到好似一張真實嘅超自然照片。其中一位用戶咧都名叫 Victor Surge， 真名係 Eric Knudsen。佢上載咗2張黑白照片，相入邊咧有一班細路仔，而喺背景位置出現咗一個異常高瘦、着黑色西裝、冇面孔嘅神秘身影。佢就係 Slender Man。最初呢個角色其實係明確嘅創作，唔係真實民間傳說。但問題係佢嘅設計太簡單、太空白、太容易令人腦補。冇樣貌代表你唔知佢望緊邊度，身形高瘦代表佢唔似正常人，永遠企喺遠處代表你唔知佢幾時會行近。着西裝代表佢又唔似野獸，反而似某種冷冰冰有目的嘅存在。最恐怖嘅怪物未必係滿身血、張牙舞爪，有時最恐怖嘅係一個你完全理解唔到，但係又好似一直望住你嘅存在。
Slender Man 真正爆紅係因為互聯網嘅二次創作，網民開始寫 creepypasta 恐怖故事。YouTube 上面開始出現類似偽紀錄片嘅系列，例如用手震鏡頭、舊 DV 畫質、神秘失蹤檔案形式，令觀眾覺得好似真有其事呢。之後 Slender Man 亦出現喺遊戲入邊，最出名嘅玩法咧就係玩家喺黑暗森林入邊咧收集紙張，但每收集一張 Slender Man 咧就會越嚟越接近你噶。你冇武器，冇方法反擊，只可以逃跑。你越驚越望後邊，你越望後邊佢就越可能出現。呢種恐怖唔係靠血腥，而係靠心理壓迫。佢代表咗一種現代人好熟悉嘅恐懼。你唔知網絡上邊啲係真，邊啲係假。你唔知一張相、一段片、一個故事究竟係創作定係有人真係經歷過。Slender Man 咧，亦都係證明咗一件事。以前都市傳說可能要用幾十年，由口耳相傳慢慢形成。但喺互聯網年代，一個都市傳說可以幾日之內全球擴散啦。以前老人家講鬼故要圍住火爐，而家網民講鬼故只需要一個論壇、一張圖片、一句似真似假嘅文字。網絡就係現代版嘅螢火，而 Slender Man 就係喺呢堆螢火之中被無數人一齊講出嚟嘅怪物。咁 Slender Man 到底係咪真？答案好清楚。Slender Man 最初係網絡創作，係由人設計出嚟嘅虛構角色。但係移民調查局要拆解嘅唔止係佢真定假，而係點解明明知道係假，仍然係會令人覺得恐怖喎。第一，佢嘅外形非常接近人，但又唔係人。心理學上呢種似人但唔正常嘅形象，好容易令人不安。第二，佢冇固定背景。當一個怪物設定越少，觀眾就會用自己最驚嘅想像去填補空白。第三，佢同相片、影片、網絡檔案連結得太深，你會有一種感覺，可能我手機入邊某張相背景都有佢，淨係我未發現。第四，Slender Man 反映咗互聯網年代嘅恐懼。一個虛構角色，只要夠多人相信、分享、改寫，就可以變成集體記憶。佢未必真係存在於森林，但係佢確實存在於人嘅想像、恐懼同網絡文化入面。更加值得反思嘅係 Slender Man 呢一個原本只係網絡創作出嚟嘅角色，後來真係牽涉到一宗震驚美國嘅現實案件。2014年，美國 Wisconsin 州 Waukesha 發生一宗傷人案件。當時有2名12歲女孩，因為長期接觸 Slender Man 相關網絡故事，並相信呢個虛構角色真實存在，最後將一名同齡朋友帶到樹林附近，造成嚴重傷害。好彩受害者最後生還。呢件事之所以震撼，唔只係因為案件本身，而係因為佢令好多人第一次認真思考。一個網絡恐怖故事，當被未成熟嘅心智長期接觸、誤信、放大，會唔會有機會影響現實行為啊？咁當然啦，我哋唔應該簡單咁講恐怖故事害人，因為大部分人睇都市傳說都只係當成娛樂或者文化故事噶啦。但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對於年紀太細、分辨能力不足或者本身有心理困擾嘅人嚟講，虛構同現實之間嘅界線有時未必好清楚，所以Slender Man 最值得討論嘅地方，唔係佢係咪真係存在，而係一個由網絡創作出嚟嘅怪談，點樣可以由論壇、圖片、遊戲、影片一步一步走入大眾想象，甚至喺極端情況下影響現實世界。呢個先係現代都市傳說真正令人不安嘅地方。有時最可怕嘅未必係怪物本身，而係人心相信咗怪物之後，現實世界會發生咩變化。Slender Man 係一個好特別嘅都市傳說，佢唔係古堡入面嘅吸血鬼，唔係深山入邊嘅妖怪，佢係由網民改圖、故事接龍同恐怖想象一齊創造出嚟嘅怪物。
佢證明咗現代都市傳說已經唔需要幾百年歷史啦，只要一張圖、一個論壇、一班願意相信同分享嘅人，一個怪物就可以誕生。問題係，當一個故事被講得太多次，太多人相信，太多人補充細節，佢仲算唔算只係故事？呢個就係移民調查局想同大家一齊探索嘅地方啦。我哋唔只係講恐怖故事，我哋係用故事講傳說，用真相拆人心。Slenderman 可能唔係真實存在嘅怪物啦，但係佢代表嘅恐懼卻非常真實。驚黑咁樣，驚迷路，驚被監視啊，驚相片入邊出現唔應該存在嘅東西，更加驚自己分唔清網絡世界入邊邊啲係創作，邊啲係現實。你又點睇 Slenderman？ 你覺得佢只係網絡創作，定係現代都市傳說入邊最成功嘅怪物？如果你有一日喺一張舊相入邊見到森林深處有一個高瘦黑影，你會覺得只係巧合咩？定係你會忍唔住放大張相再睇多一次？呢個就係移民調查局想同大家一齊探索嘅地方。我哋會用故事講傳說，用真相拆人心。你又點睇 Slenderman？ 你覺得佢只係網絡創作，定係現代都市傳說入邊最成功嘅怪物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想我下一集打開日本嘅裂口女檔案、韓國嘅電梯遊戲檔案，或者香港嘅辮子姑娘檔案，記得喺留言區打低你想聽邊一宗移民。記得訂閱移民調查局，我哋下一宗檔案再見。